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初六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到俄乌战争加沙危机，也讲到台海议题。会后用声明表示 ，G7 领袖是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伫咧同一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电话。根据到中国的报道，这王毅是搁再向布林肯强调中国伫台湾问题立场。咱的外交部也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才有权利决定台湾的未来。美国白宫伫社群平台抛出，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加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领袖最近举行视讯会议的相片，会中讨论俄乌战争、加沙危机，也讲到印太局势加台海议题。会后声明指出 ，G7 已经准备好甲中国建立建设性加稳定的关系，但是也正关心中国伫南海的军事行动，反对任何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重申台海的和平稳定正重要，对国际社会安全甲繁荣是袂欠的。白宫也希望国会赶紧通过1060亿美金的国安保障预算，其中74亿是要提供给台湾甲印太地区。We're in a competition which we don't shy away from with China, in part to shape what comes next. There are resources in the supplemental to help make sure we're the ones doing that. 布林肯一再向国会发挥，验过法案一直卡掉会。布林肯随后也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美国讲但会重点放伫咧中东的局势，并且以11个拜习会为基础，强调继续伫咧推展关键议题的重要性，并无讲到台湾。验过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毅向布林肯强调，中国伫咧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国袂当干涉中国的内政，袂当支持纵容台独势力。I certainly won't speak for Secretary Blinken in his phone call. I think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if China can be helpful here in terms of Israel's fight against Hamas, we would certainly welcome a discussion about.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常年的两岸现状。唯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决定台湾的未来。咱外交部回应，政府的两岸政治立场正清楚，就是维持现状。因为咱甲美国有良好的互信、密切的联系，美国也正清楚咱国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